宣调，摇我的石盘，我的技术主啊，愿我喙中的言语，心内意念，伫你的面前得到接纳。现在，请咱备办好咱的心，咱要三甲做伙来祈祷。你是我飘兰松，你要用地球的时光，生命包围我，每当我心惊遐时，我要我靠你，我要我靠你，好乱就。出来伊讲强，你是我飘兰松，你要用地球的时光，生命包围我，每当我心惊遐时，我要我靠你。你是我飘兰松，全能主比的阿爸去拜上帝，我感谢你，因为我拢是你的路伴，每当我心惊，今日我谦卑来到主你的手宝座前，要来敬拜阿罗你，我你个一摆。使我稳定人主互阮，也使我万百姓，因为你遐个无穷尽的疼，借着主耶稣基督的保护来赎回世间人，请你也使互阮来接受这个稳定，通叫阮仰望将来一切荣耀。当今日，敢若互阮用嘴来侮辱你的美德，互阮会当活出我的见证来，用圣洁公义的态度来服侍你。但阮要阁继续为着美国来祈祷，好求上帝开恩赐福，有这个拜登的政府，所谓这个文武百官。有人遵循圣经顶面的这个真理来治理美国，但随风气炎病毒吞噬了全美国本土，也造成了真多这个死亡。美国整个的经济也大受影响。过这个种族歧视的抗争。所造成的这个社会动乱，我拢不望被上帝公义临到。有百姓有悔改的心，求主来医治这个土地，互美国真正搁一摆伟大起来。但今日阮要奉主耶稣基督的保护来宣告。来洁净阮，来保佑阮，有新的一年，新的政府，互阮会当看到有这个新来的这个未来，互美国有一个新的愿望。但今日阮过一摆，透过这个 YouTube 网络礼拜，要来敬拜阿罗尼。恳求主你来怜悯阮，互今仔日所有参与伫网络礼拜乡亲兄弟，做伙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来服侍你。互主的名通得到荣耀，互阮每一个人会当叫做上帝赐福的管道。那现在恳求主你来手起萝卜的嘴，圣神也来感召阮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我有忘本的一个主人，但我诚心祈祷，
感谢，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子名来求。阿门。的时光，生命保卫阮，每当阮心惊惊时，我要我乎你。咱做伙来听上帝话，记载伫约翰福音第5章第1节到第9节。第1节，这个代志以后，有犹太人会设计耶稣上耶路撒冷。伫耶路撒冷近油门有池，希伯来的腔口叫做毕士大，有5个走廊。迄内面有7米的摆骹的。会古早的，侪病人倒伫，因为有天使照时落池啊，拿震动迄个水震动的时升落去，无论得什么病，就得到医治。伫遐有一人破病38年，耶稣看见伊倒伫。知伊的病已经久，甲伊讲：“你爱得到好嘛？”破病的人应伊讲：“主啊，水震动的时，无人通扶我落池；到我来的时，别人事先我落去啦。”耶稣甲伊讲：“起来，举你的袍仔去行。”迄人即时好。就举伊的袍仔去行，这是上帝话。读这本册，甲听遐个预言，佮遵守其中所记载的人，真有福气，因为日期近啦。阿门。这条变来学了，阿多乃阮的主。那么这首诗歌是由台湾传道会这个彭建峰兄弟所写的这个作品，非常的水，我真意爱。歌词是安尼讲吼，阿多乃我的主，我要专心来学了你。阿多乃阮的主，全能的主，学了你。你是耶和华以勒，是阮性命的这个供应，将你恩典加互阮，互阮凡事充足。你是耶和华尼西，是阮性命的这个荆棘，因从阮伫基督内面较赢。阮要学了你，上帝，阮要学了你。阮的主，我要专心来学了你。阿多乃，阮的主，全能的主，学了你。阿多乃，阮的主，我要专心来学了你。阿多乃，阮的主。全能的主，学了你。你是耶和华以勒，是阮生命的供应，将你恩典加互阮，互阮凡事充足。你是耶和华尼西，是阮生命的根基。因从阮伫基督来歌名，阮学了你，阮的上帝。阿多乃，阮的主，阮要专心来学了你。阿多乃，阮的主。
全能的主，哦罗尼，阿都乃阮的主，阮要全心来哦罗尼，阿都乃阮的主，全能的主，哦罗尼。耶和华以勒，是阮生命的强烈，将你稳定给予阮，予阮万事成就。你是耶和华尼西，是阮生命的根基，因带阮的祈祷来卡领，阮上帝，阮学落你，阿都乃阮的主，阮要全心来学落你，阿都乃阮的主，全能的主，学落你，阿都乃阮的主。阮要全心来学落你，阿都乃阮的主，全能的主，学落你。你是耶和华以勒，是阮生命的强烈，将你稳定给予阮，予阮万事成就。你是耶和华尼西，是阮生命的根基，因带阮的祈祷来卡影，阮学落你，上帝阮学落你，阮学落你，阮的上帝。都乃阮的主，我要全心来学落你。阿都乃阮的主，全能的主，学落你。阿都乃阮的主，我要全心来学落你。阿都乃阮的主，全能的主。哦罗尼，你是耶和华以勒，是阮生命的强烈，将你稳定给予阮，予阮万事成就。你是耶和华尼西，是阮生命的根基，你带阮的祈祷。来挂影，阮学落你，阮的上帝，阿都乃阮的主，阮要全心来学落你，阿都乃阮的主，全能的主，学落你。阿都乃阮的主，阮要全心来学落你。阿都乃阮的主，全能的主，学落你。你是耶和华以勒，是阮生命的强烈，将你稳定给予阮。万事成就，你是耶和华尼西，是阮生命的根基，因带阮的祈祷来卡领。
阮的主，我要专心来学罗你。阿多奈阮的主，专的主，学罗你。阿多奈阮的主，我要专心来学罗你。阿多奈阮的主，专的主，学罗你。你是耶和华以列，是阮生命的强援，将你温馨的呼唤，我愿凡事拯救。你是耶和华以色，是阮生命的强援，因带阮伫你祈祷来卡影，愿学罗你。上帝，阮学罗你，阮学罗你，阮的上帝。阿多奈阮的主，我要专心来学罗你。阿多奈阮的主，专的主，学罗你。阿多奈阮的主，我要专心来学罗你。阿多奈阮的主。专的主，学罗你。你是耶和华以列，是阮生命的强援，将你稳定的呼唤，我愿凡事拯救。你是耶和华以色，是阮生命的强援。你带阮伫祈祷来看影，愿学罗你，阮的上帝。阿多奈阮的主，阮要专心来学罗你。阿多奈阮的主，专的主。学罗你，阿多奈阮的主，我要专心来学罗你。阿多奈阮的主，专的主，学罗你。你是耶和华以列，是阮生命的强援，将你稳定的呼唤，我愿凡事拯救。你是耶和华以色，是阮生命的强援，带阮伫祈祷来卡影，愿学罗你，上帝，愿学罗你。阿多奈阮的主，我要专心来学罗你。阿多奈阮的主，专的主，学罗你。阿多奈阮的主，我要专心来学罗你。阿多奈阮的主，专的主，学罗你。你是耶和华以列，是阮生命的强援，将你温馨的呼唤，我愿凡事拯救。你是
也好发意世，是阮生命的经历。因带阮伫路来脚影，阮努力，上帝阮努力，阮努力，阮的上帝。亲爱的乡亲时代，有落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大家好。伫这个旧年拄拄踏入这个2020年的时阵，大家对这个新的一年拢是充满着这个期待、甲愿望，因为旧年是这个庚子年吼。我相信大家拢有这个无限的愿望才对。总之呢，因为一场这个肺炎病毒的这个疫情，互全世界去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这个混乱甲挑战。总之呢，世界并无因为这场的这个危机煞来停止，无去进前的。反正呢，伫这个技术顶悬，伫思想的顶面的这个模式顶面，拄拄是快速的变化、创新。转化较更新，所以这个手机已经无搁再是单纯伫讲话联络代志的这个工具尔定，而是真够运用这个科技的人，因会摕起这个手机来建立一个个人化的这个生活的网络。手机叫做人建立交通、享受娱乐这个digital。这个数位的这个工具的这个平台，所以伫这个疫情大流行甲封锁以前，伫美国将近有41%的这个教会，从来毋捌参与伫这个任何这个线顶的事工，包括主日礼拜、敬拜乌老、小组的查经、联谊等等。所以当这个2020年。这个疫情爆发了后，就转化了教会这个木有的方式。现代教会无搁再是亲像迄个豪华的这个游轮，干那带人来甲教会享受这个教会生活尔定。因为咱得救了后，还佫有真侪这任务爱做，所以今仔日这个教会爱诚做。一台真大只这个航空母舰，通来提供保养、维修、训练、建立甲装备。所以当这个时机成熟的时呢，人就爱提开你的心来培养教会以外这个世界去抢救灵魂咯。所以虽讲这个疫情或这个全世界起了这个暂停键吼。暂时停止的这个起，总是伫这个世界、这个世代已经是踏入去全新的这个境遇咯。基督徒甲教会必须都按淡薄来改变，做出合上帝使命的创新甲这个转化。伊伫个时间，伫主要所基督3年外这个团队生涯中，占真重要地位。伫圣经中，咱读到主要所的时，伊若毋是拄拄去医治人，也是已经医好一个病人，就是拄拄要去医病人的。所以主要所并毋是用医病做目的的，主要所是救主，耶稣毋是医生，所以医治就是主要所传福音的这个工具。就咱台湾古早迄个马偕医生，当时伫共替人挽喙齿的这个时间，是为着要做伊传福音的这个桥梁。医治是主要所救赎的一个管道之一，毋是目的。所以主要所常常吩咐病人毋通到处去宣扬，毋是主要所基督一条故意安尼放落这个低调吼 low key，毋是
咱是惊哪去影响到这个焦点，或这个焦点变作无明，最后所伊家己的反击。所以我来到最后所面前的病人，咱的最后所拢无互因有失望过，总是当病人听到风声，对逐所在围起来，要来求耶稣医治的时，咱的最后所基督反倒会选择要离开这个所在。有一摆最后所去彼得的厝，看到伊的丈母啊患着这个疾病，伊就医好伊。所以风声就传出去，有真侪人拢要来求医治，所以最后所伫这个天还未光的时，伊就出去了，去山顶去祈祷了。所以学生就赶紧去山顶找耶稣，讲因为病人已经排队排到这个庄外去了。就是最后所却甲因讲，咱来去别个所在传福音吧，因为焦点已经是无明了。最后所无惊互人失望，最后所永远是将第一优先当作第一优先，耶稣袂将这个第二优先来取代第一优先的。当咱伫替人祈祷的时咱拢真惊讲祈祷无效。你足惊讲你的祈祷无功效的时，不但家己无民主，连上帝嘛无民主呢？当病人若无得到医治的时，咱对上帝失望，咱对家己嘛会失望。我为什么我的祈祷若无够力呢？就是咱的主要所祈祷，却毋惊互人失望的。上帝有伊医治的这个优先的天数，上帝检查会先医治你现在的病，还是先医治你的其他的这个病症，还是先改变你的生命？主管拢伫上帝手嘛。今日是这个圣经的背景，就是讲起最后说，伊要去耶路撒冷过节。迄个时阵，耶路撒冷是客人真闹热，做出家己一个人去别墅台这个池边，底下有一群互人袂记的人，伊这人拢无平安，无喜乐。伫这个水边呢，就带着淡薄仔五望，在咧听候伊伫的新人来出现。原来有一个传说讲天使会去拉叮当水底下的水，当这个水拉叮当的时，第一个升落去水底的人会得到医治。迄个水底下真可能亲像美国真出名这个老中式喷泉一样。每几分钟就会喷出这温泉来，听讲这个泉水嘛有医治的这个功效。别墅台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灵敏的厝，有真侪人需要灵敏，拢会聚集伫迄个灵敏的厝底下，是要得到灵敏，却等几啊年拢等不到这个灵敏。所以最后所记到，迄日伊主动来到这个所在，要树了这个灵敏。这个故事的主角就是一个变水38年的人，是讲别墅台水池仔边有真侪病人，不过照圣经的记载，伫正边中间，耶稣干那只有拣选这个人，主动介入去伊的活命的中间。最后说，那只有是互伊会当行路尔定。最后说，拯救一个孤单无助的人，互伊知影有人伫关心伊，也有人伫疼惜伊。咱咧最后说，先问一个真好笑的问题讲你有想要得到医治吗？你敢有想要得到医治吗？那就是这个人敢若真是无要得到医治的款式的不过迄个人是答非所问，答非所问伊开始讲起这个天使由拉丁人伫遐水的故事，一切五望拢是伫迄个水底下内底。每一摆水伫叮当的时，就带互伊的五望。毋过呢，嘛带互伊真侪只失望，因为永远拢有人骹手比较紧落去的。但这个人一对目睭看到水底啊，一对目睭是看到主耶稣。就是现代人是一对目睭看到主耶稣，
另外一类目睭是看着医生。所以你若说出来有两类目睭，拢是斟酌最后所会亲像的是，你的灵魂体每一部分拢会当得到医治的。最后说，毋管这个人的这个排完，就变成伊讲起来，摕你的蹼啊起来行吧。所以这个人就做出无可能的动作来，一开始就徛起来，上帝开了就进入到伊的身躯，伊的双脚就变出有力，所以伊就通摕出伊的蹼啊起来行路。这个医好的意思就是真做完全的，所以真正的医治，毋单单是肉体上的病得到医治，伫咱的心灵上嘛得到透放。所以最后所医治的顺序是先医治伊的心，再来医治的这个身躯，后来过来医治伊的灵性的这个病。这个病38当的人，不但肉体有病，伊的心嘛破病啊。心病是无药通医的，只有最后所会当医人的这个心病。最后所知影破病。伊破病真久，所以就问伊讲：你有想要得到医治嘛？但这个变衰人，伊无讲袂，也是讲无爱。伊对最后所的问话无做反应，因为对家己已经是失去希望咯。连讲袂的这个念头拢总无啦。伊早已经习惯这款的生活方式，每一工拢贴互人家灌来水伫遐边，挖好人这个写事。来过这个生活，所以最后所的问话是一种的挑战，一种心灵的这个重建。一个变衰38年的人，已经是无有选择权咯。心理上，伊认同家己无可能阁好起来，因为实在是病太久啊。总是最后所毋管伊的排怨，最后所爱伊家己做出选择，你家己做决定。你是要继续过这个无奈的生活呢，还是要得到医治呢？最后所主动来找伊，都有伊一个愿望。伊原来是干那伫期待讲，当这个水伫叮当的时，最后所通帮助你，通第一个落去跳入去这个水池内底，就是最后所煞命令伊，到了这个冠冕对讲起来，摕你的蹼啊起来行。这个动作是38年来毋捌做过的代志呢。最后所用一句话反复徛起来，伊就顺服最后所的命令，迄个人就马上得到医治，就摕起伊的蹼啊起来行。所以最后所的能力是超越人这个界限，最后所予伊是超过伊所求所想象的。后来最后说，伫这个圣灵佫拄着伊，甲伊讲，你已经得到医治咯，毋通佫再犯罪，恐惊到你会去遇到佫较厉害的这个情形。但是并毋是所有的病拢是罪引起的，最后说，确实指出这个破病的人是因为犯罪的缘故。最后说，确认伊的病已经得到医治。上时啊，结果伊毋通阁再犯罪，免得阁做着比这个佫较厉害的代志。所以，一个得到主恩典的人，是无应该继续伫罪恶中来生活的。最后所爱伊彻底来悔改，脱离这个病根源就是这个罪。有一个这个真敬虔的荷兰人，一个基督徒，叫做彭科利吼。这个姊妹伊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捌互关伫这个集中营，受尽这个折磨。伫这个战争结束的时，伊就常常公开伫演讲，谈到家己得到医治甲这个饶赦的这个经验。有一摆吼，有一个人捌担任过这个希特勒纳粹集中营的这个受益人。伊来行过来，迄个人捌伫即个纳粹即个集中营内面，互即个彭科利受尽苦楚。现在迄个人，因为听到即个彭科利所传达的基督的即个饶赦甲疼，即个信息，
会感觉到真欢喜。所以这彭克利伊回讲吼，讲迄个人伊伸出伊的手，是要甲伊握手。总是彭克利讲，我虽然是常常伫鼓励人，必须要去饶恕别人，毋过迄个时阵，伊无法度伸出伊的手，伊是要一直伫祈祷讲主啊，即个帮助我来原谅迄个人吧。我挣扎着，确实是要伸手，总是伸袂出来。所以，我一摆点点啊逼出来祈祷讲主啊，我实在是无度原谅伊。毋过呢，请你收拾我有即个饶恕的心吧。就伫我去摕到对方的手的时，非常不可思议的代志发生咯。有一股即个暖流、温暖的即个感觉，对我的即个肩胛头，摕着我的规支手，流过伫我的手底啊，摕着对我遐传到对方的即个身躯顶，并且伫我的心内来呛出对即个青云人满腹的痛，差不多伊要将我来淹没咯。所以我发现着吼，即个世界异地的困难，毋是伫咱的即个饶恕，也毋是伫咱的即个仁慈，乃是伫主耶稣基督伊的恩典。所以当主耶稣伊甲我讲，着去听咱的对着的事，伊不但互我有得到即个改变，伊嘛互我有得到即个听。所以即个彭克利，伊已经得到医治了，真正得到医治。即个别墅台的即个池，是在伫即个耶路撒冷的城台北角的即个阳门的边啊，离圣殿无远。那么为什么遮的病人宁可聚集伫遮，听候一个无确定会出现的即个新日呢？因却无愿意去圣殿来仰望上帝的怜悯甲大权能呢？因说无安尼做。其他日伫咱的心中，是毋是也有一个必须台的池啊呢？咱是毋是亲像迄个变水38年的人，是毋是也有即种的软弱、无奈？看到水伫叮当的时，咱确实徛袂起来，也无法度跳入去水池啊内底呢？所以说问即个变水的人讲：你有想要得到医治无？兄弟姊妹，今仔日伫即个新冠肺炎病毒大流行的时阵，主要说嘛问一个意大利的神父，甲伊问讲：你有想要得到医治嘛？即个神父甲伊所讲：是，我有想要得到医治。总是病院即个呼吸器、呼吸器无够也用。伊阁看到隔壁床即个少年人，也真努力想要得到医治，所以即个神父就让出伊的即个呼吸器，互即个少年人使用。但我相信，主要说一定是带着笑面，伫天顶来迎接即个无自私的即个神父，并且甲伊讲：你做啊真好，我所亲爱的罗伯，你做啊真好。多将肉身的主要说，要伫你我的生命中间成就这个奇妙的医治。所以咱需要主要说医治的大权能临到伫咱，不但咱医治咱的身躯的病，也要改变着咱，互咱会当起来，来举咱的这个蹼啊起来行路。所以说问这个变水人讲：你要得到医治嘛？咱可能会想讲：耶稣啊，你来问即款的真奇怪的代志呢？叫病人伊无想要得到医治的嘛？伫2000多年前，一个病甲遮久的人，佮无医无话的人，大概是简单会当挖苦做乞食过生活。如果主要说来医治了伊就来改变伊的生活方式咯。一个38年来，拢是挖苦别人真济人，忽然间爱伊改变生活方式，这是一个无容易的代志呢。所以主要说就问伊讲：你要得到医治嘛？其实咱的主要说是咧问伊吼，讲你敢有想要改变你的生活方式嘛？其他日
主要说嘛，伫问咱呢，咱每一个人同款的话讲，你有想要得到医治无？你有想要改变到你的生命无？有时阵吼，咱做基督徒的人，亲像这个久久破病无得到医治的人，处在伫这个软弱无力的中间，明明知影家己的问题伫倒落，却无法度来做改变。以前的生活咱无法度去改变，所以伫迄个老毛病，佫慢慢佫倒转来。你如果想要去倒伫迄个坡仔顶面内底入去，所以今仔日上帝对咱讲，我毋通佫倒落去啊，毋通佫倒入去你的迄个坡仔内底咯。如果你一直伫这个世界中，你超找活命的这个方向，肯定你会大失望的。伫万项代志拢无确定的日子内面，所以我做罗牧师要劝恁吼，就爱借着读圣经，互上帝话来塑造恁的这个信仰的眼光以及这个价值观。若是这个乌云看目来热干的事，咱就袂跋倒，咱嘛会当安然去抓牢这位上帝，因为上帝是唯一掌握咱人生方向盘的这个上帝。圣经也会互恁有聪明甲智慧，认捌上帝是伫这个历史中的作为，小使伫这个动乱的世界内面，咱依然会当伫这个圣人的光照中间来看见，伫每一个新世界局势伫变化中，知影上帝伊是时时刻刻伫掌管的这个神，会要按照伊家己的时间表，甲伊的方式，要将这个世界带入去伊所创造的天数内底。阿们。即条要来吟这个回应的诗歌，就是这个宝贵的十字架。至少一首这个赞美之前的歌吼，是由这个曾祥仪跟尤志婷两个姊妹因创作的对歌曲，写了非常的感动吼，我嘛真喜爱这条歌。伊歌词是描写讲，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躯为着阮来放散，你带阮出黑暗，进入这个光明的国度，互阮为搁再看见。最后说，阮感谢你，你的保护为阮所留，宝贵十字架顶悬，医治恩典永流，互阮完全通得到自由。宝贵十字架大关灵，使阮活命。最后说，阮压落来敬拜你。宝贵十字架的这个救恩是你所立的这个约，你的疼永远袂改变的。主耶稣，阮感谢你，你的身阮放散，带阮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互阮搁为去看见。主耶稣，阮感谢你，你的宝贝为阮所留，宝贵是家庭，伊伫阮电影流，互阮完全的自由。宝贵是家大关联，使阮活命。主耶稣，阮拍落敬拜伊。宝贵是家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疼永远袂会改变。主耶稣，阮感谢你，你的身躯
愿放下，带阮出黑暗，浸入光明国度，予阮过活过看见。主耶稣，阮感谢你，你的保护为阮所留。宝贵是家庭，伊离阮的引流，予阮完全的自由。宝贵是家大观念，使阮活命。主耶稣，阮拍落敬拜你。宝贵是家救阮，是你所立的约。你会听的阮话话改变。主耶稣，阮感谢你，你的辛苦为阮放下，带阮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予阮过活过看见。主耶稣，阮感谢你。你的宝贝为阮所留，宝贵是家庭，伊离阮变引流，予阮完全的自由。宝贵是家大观念，使阮活命。主耶稣，阮拍落敬拜你。宝贵是家救阮，是你所立的约。你会听的阮话话改变。主耶稣，阮感谢你，你的辛苦为阮放下。带阮出黑暗，浸入光明国度，予阮过活过看见。主耶稣，阮感谢你，你的保护为阮所留，宝贵是家庭，伊离阮变。完全的自由，宝贵是家大观念，使阮活命。主耶稣，阮拍落敬拜你。宝贵是家救阮，是你所立的约。你会听的阮话话改变。主耶稣，阮感谢你，你的辛苦为阮放下，带阮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予阮过活过看见。主耶稣，阮感谢你。你的宝贝为阮所留，宝贵是家庭，伊离阮变引流，予阮完全的自由。宝贵是家大观念，使阮
无过是地流阮是你所立的约，你会听的我袂会改变。主耶稣，阮感谢你，你的幸福为阮放下。带阮出黑暗，浸入光天光光，予阮过为过欢喜。主耶稣，阮感谢你，你的宝贝为阮所留，宝贝是地点，伊离阮的。完全的自由，无过是被大观念使阮活命。主耶稣，我拍落敬拜你，无过是被救阮是你所立的约，你会听的我袂会改变。咱这点同心阿头来祈祷。主阿爸，悲上帝，满满心的感谢你。那今日对这个信仰，约翰福音书第5章第1节到第9节内面，互阮的思想，最后说基督对这个变水38担的人所问的话，讲你是要得到医治吗？但今日最后说，嘛同款你问咱每一个人同款的这个话题，你有想要得到医治吗？你有想要改变你的生命吗？总是有时阵，做一基督徒的人，也会亲像久久破病无得到医治，迄个人同款，处在伫软弱无力的这个中间，明明知影家己的问题伫倒落，却无办法来改变咱以前这个习惯，像这个老毛病，佫点点啊，佫倒转来，佫伫你不知不觉的中间，想佫倒入去这个坡仔内面去。就今日上帝对咱讲，唔通佫再倒落去咯。如果咱一直伫这个世界，伫追找活命这个方向，可能咱会大失所望的。伫这个万项代志拢无确定的日子内底，老师要鼓励咱大家，爱借着读圣经，互上帝话语来塑造咱每一个人这个信仰的眼光以及价值观。所以说，咱伫这个乌云遮坎的时阵，咱就袂跋倒，咱嘛咱安然起调的上帝，因为伊是唯一将咱人生方向盘的这个神。圣经也有互咱有聪明智慧，认捌这上帝伫这个历史中的作为，其实后伫这个动乱的这个世界内底，咱犹原会通伫这个圣神的光照下面，看见伫每一个新的世界局势变化中，知影上帝伊是时时刻刻伫掌权的上帝，伊必定会按照家己的这个时间表、甲方式，将世界带入去伊所创造的特殊内底。但今仔日，咱犹原要继续为着美国、为着咱台湾、为着全世界来祈祷，恳求天父上帝来祝福咱所徛起的这个北美，
以及台湾，互这个肺炎的病毒因着这个疫苗的这个帮助，会当回归这个平静甲健康的生活。咱同心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免。但这条老师要甲恁祝祷吼，愿天边上帝慈爱甲怜悯，最后所基督恩典，圣神保佑所有感动甲交通，甲亲爱兄弟姊妹同在，伫到见罪面迄日，奉爸囝圣子的名，阿免。亲爱乡亲、时代兄弟姊妹。咱今仔日这个网络的礼拜，伫这个所在是要过一段路，咱毋茫伫后会，共这个时间，咱伫空中跟三角见面。愿天父上帝祝福恁大家，合家平安，万事如意。多谢，努力再会，拜拜。愿恁平安。恁着去借万变是做下事，甲因行随来归遍上帝，着甲因遵守主的命，普天的传福音救灵魂。愿恁平安，愿恁平安，愿耶和华予伊的名光照你。愿恁平安，愿恁平安，愿被上帝欢喜的名看你。恁着去借万变是做下圣，甲因行随来归遍上帝。着甲因遵守主的命，普天的传福音救灵魂。阿罗哈哦，阿罗哈哦，我命我予伊的名光照你。阿罗哈哦，阿罗哈哦，我背后地欢喜的名看你。